条悲伤的路，指引我前行。宇宙的光温柔抚摸我的脸，我从来没想过能感受这一切。世界上有谁能真正懂我心？活了许多年，我已经变老了，这是否重要？我无法说得清。护照里盖好，心中有一个生命在沸腾在我心的最深处。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那里的规则与这里截然不同，灵魂在哪里相聚是真爱。他们一起做着生命里该做的事。为什么人的灵魂拒绝去看？出生时的道